已经80多岁真够做车站模型的陈金龙，去年受到嘉义市政府邀请，教学员做北门车头的模型。因的成果当咧嘉义具感觉宿舍群来展出，即马就带你来看。车站天棚内底完整的结构，厝顶阁有3000多片的厝瓦，全部拢用手工打造。本身做水电的校员讲，上课的人拢无有工底，不过互相配合，颠倒有真好的成果。只厝瓦要足只厝瓦就3000几块，我念3工外啊。阮内底吼，互相大家的技术咧互补的时吼，我感觉安尼做出来的作品哦，我哋阁愈强。已经80多岁木工师傅陈正良，因为年岁关系减少创作。为了保存塑橡模型甲木工的技艺，主办单位专工邀请陈正良师傅，希望伊传承技术。他不愿意出来，那我就是跟他讲说，那你可不可以封刀不封口？既然是封刀嘛，你不做封就不封口，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，这一次北门一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反正建筑的东西都是那力学都差不多了。若学过哦，因就捌足济啦。策展单位表示，因透过嘉义市政府社会处辅导，成立木工的工作室，配合文化局的资源来推广木工技艺。未来会开办相关的木工课程。这届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到28，伫嘉义旧家宿舍群展出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